先滾熱辣，將 Twitter 2025下半年力作 T10 Pro 全碳纖破風公路單車呈現喺大家眼前。呢一部車咧採用 3K 碳紋嘅碳把，再加上前叉、車架、座管、輪組，通通都俾齊碳纖俾你。以短片入邊 Retrospect 24速為例，已經俾到全油壓碟剎俾你。佢制動力強勁，性價比極高。槍手嘅設計咧都相當有心思，採用灰黑色嘅大理石紋。變速方式都好簡單，大力向入推上波，細力撳一下落波。而中空大餅嘅設計咧係採用類似 Shimano 105嗰種大餅嘅設計，而前撥同埋波腳比起以往幾個版本咧都更加投放成本，用 Shimano 105嘅配置去配搭翻 Retrospect 嘅槍撥。由我哋精心嘅調教之下，呢套變速都非常順暢。飛輪採用11至32呎，上斜冇難度。輪組方面配有波浪碳纖輪組，想平啲可以揀鋁合金款式。坐墊方面就用中空透氣坐墊，而座管同車架連接嘅位置有粒緊迫螺絲，較鬆佢就可以自由調校高低。輪組咧就梗係用上最安全嘅筒軸，用6個時就可以將佢轉出轉入，進行拆轆或者裝轆嘅動作。花鼓用上4啤令花鼓，佢非常潤滑順暢，令你個轆好似轉極都唔停咁樣。除咗啱啱嘅配置，你仲可以選擇電子變速或者 Shimano 105件。歡迎 WhatsApp 我哋查詢啦。